照影相，不需要團訪。你嗰一班保安，靠我靠似傾歌，我哋明係白裝，凝望你才是最好看。誰料件事搞到咁樣，流於大眾最差印象。誰不知上街鋪頭即刻退讓，閂晒所有窗，然後又鬧一個晚上，還盼顧客多多見諒。無人可解釋，除非你做低我，唔合理，唔合理，難道要偷偷影相？個個照照相相，不需要團訪。你嗰一班保安，我要拍到天光，我哋明係白裝，凝望你，還望你收檔。